Hello 啊，今日分享簡介一下係地盤咩係 submission。喺個地盤興建嘅初期，每個人除咗係地盤施工，有部分嘅人好着力去做 submission。所有嘅 submission 會上俾顧問，一直到所有嘅 submission 合格為止。Bi-weekly 就會俾人叫去開會，睇下 submission 嘅進度去到邊，幾多批咗，幾多唔批。有 submission 嘅進度表俾人興師問罪。submission 普遍歸納為4大類：圖紙 drawing、物料 material、樣板 sample 以及方法 method statement。呢4樣嘢批咗合格先至可以施工安裝。初初入行嗰陣時會覺得地盤其實都幾專業嘅，所有嘅事都會有文件白紙黑字去支撐，真係好難出到豆腐渣工程。我而家都係咁諗，做足所有嘅程序去確保個品質。咁我由我水喉方面簡介一下做 submission 嘅資料，基本上同其他行頭都係大同小異。第一個係物料 submission， 水喉嘅安裝有唔同種類嘅物料同埋機器，例如水泵、掣、喉管同埋配件、地台去水、喉馬，種種。喺安裝之前，應該話係訂貨之前，相關物料嘅資料要得到 approval 先可以訂，係入 material submission。你話中意入邊個牌子就邊個牌子，一般會跟 specification 裏邊嘅 material tender offer， 已經有唔同物料、唔同牌子俾你選擇。你要係呢堆唔同物料、唔同牌子嘅物料選擇一個去入俾顧問去批嘅，你就當然係呢堆牌子揾唔同嘅供應商曲價啦，睇下邊個最平，跟住就要攞好足夠嘅資料。資料就包括 catalog、test cert、水紙、job reference 等等。再打張 cover sheet， 搞到靚仔成份 submission 交俾顧問去批。而家通常網上做 submission， 以前仲未普遍，要印出嚟唔係印一份，可能要印4至5份。你唔止要俾顧問，仲要俾則師、業主，最少呢3個要俾，印都印死人。submit 完就等批唔批，批嘅話就可以行第2步。如果唔批嘅，就要睇翻批准信有咩 comment， 例如物料嘅來源地唔啱。Tender offer 就講明銅喉係英國嘅，但 submission 就係 PRC， 就要原廠出翻信證明兩個生產出嚟嘅銅喉係一樣嘅。或者你個物料 submission 係少咗 test cert， 咁你要問 supplier 提供，就再 submit 一次。簡單嘅物料例如掣、喉馬入1到2次就會批，比較難嘅物料可能要4到5次先會批到。如果你選擇嘅物料係平，但係滿足唔到 spec 嘅要求，都要入翻 tender offer 嘅牌子。好多時呢，供應商會去顧問 sell 下自己嘅產品，係標書到寫好晒嗰個產品嘅 spec。有時候有啲特別嘅產品唔係咁多家可以揾到嘅，到收咗批咗嘅批准信 approval letter 就可以做第2種嘅 submission。第二個係樣板 sample submission。當你入嘅物料批咗同埋獲得批准信，我哋就可以整一個 sample board 入俾顧問批，咁就唔係全部物料都要入嘅。你冇理由入 DI 喉同埋配件入俾顧問咁重，點整個 sample board？ 一開頭會成個 sample list， 睇下有咩物料要整 sample 入嘅。基本上2大原則，第一就係同裝修要夾嘅地方，例如地台去水 floor drain 就一定要入俾顧問批，唔止顧問啦，則師都會批，因為佢會睇下個 floor drain 靚唔靚仔。第二就係比較細 size 嘅物料，例如銅掣、銅喉、膠喉、喉馬等等。咁又冇話絕對，我都試過入個 DI 掣，其實好睇過 sample list。如果係大掣嘅，批完就攞翻去安裝。成個 sample board 你可以直接叫 supplier 成個 sample board， 例如喉及配件啊、喉馬 supplier 都可以俾到。其他嘅例如唔同種類嘅掣，你咪整一塊。個 sample board 有2樣嘢都重要嘅，我唔係講物料，物料固然重要，係手抽及 submission form。如果冇手抽會好難攞嚟攞去個 sample board， 如果冇 submission form 都唔知你點批你 sample。 Material submission 同 sample submission 係地盤嘅初期，對 contractor 都幾重要嘅，因為地盤嘅初期唔會有咩進度，冇進度就冇得上 invoice 收錢，你就可以去訂物料同埋送貨到地盤。物料到咗地盤都未可以安裝住，你要入張 inspection form 俾收貨啊 BSI 去驗收。點解要驗收？因為可以上單收錢。地盤開頭冇咩進度，如果物料到咗地盤就可以上 material on site 嘅錢，所以批物料都幾重要，因為最先收到錢嘅係物料。第3個係圖紙 drawing submission。
係水喉嘅圖紙。你自己本身報標嗰陣時，你揸住一 set design drawing，你要根據設計圖要再畫一 set 施工圖入俾顧問批咗先可以安裝，未批你就去安裝得唔得？得，但係如果最終批嘅圖紙同你安裝喉管嘅位置有出入，顧問有權要求你拆同重裝。圖紙嘅 submission 係包括 legend、schematic、layout、installation、details。畫 layout 你要同其他行頭夾好位置先畫到 layout 嘅，安裝之前都夾一夾就萬無一失。不過而家行邊，大家跟個邊 model 唔使煩。第四個係方法 method statement 嘅 submission， 係水喉裏面水喉測試，例如供水嘅谷水或者去水嘅試水方法，就係必須入 method statement submission。你用咩工具試？谷水谷幾多磅嘅？谷幾耐啊？點樣谷？都要一 black and white 寫低連張 testing record sheet 一齊入俾顧問批。其餘點樣安裝 DI 喉、銅喉、安裝浴缸，仲有啲特別嘅 method statement， 例如你要運好大型嘅設備去機房，或者吊大型嘅設備上天台，都要清清楚楚寫低個 method statement。例如你要大型水缸運去機房嘅門口唔夠大入唔到，你可能要係落牆身石屎前留定口，等設備入咗間房先再封口。唔係嘅話，設備係門口度，大家一齊企喺度。